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講二型下糖尿病患者常用嘅降血糖藥磺胺尿素劑。降糖好掂，會肥，同埋低血糖危機。二型糖尿病係最常見嘅糖尿病類型，病理為胰島素失去應有效用。近年來醫學上多稱為胰島素阻抗，血糖進入唔到身體細胞，造成高血糖。醫生主會以血糖值作為糖尿病嘅診斷指標，少數醫生亦會測量血液中嘅胰島素水平，評估埋胰島素。醫院管理局嘅降血糖藥單張中，磺胺尿素劑列在第一位。呢類藥已經使用超過50年，有好多臨床經驗。香港常用嘅係第二代同第三代磺胺尿素劑，降血糖能力好勁，但因為佢直接刺激胰臟，所以大家有需要了解呢隻藥物。磺胺尿素劑阻斷胰臟壁細胞上的鉀離子通道，係刺激胰臟分泌更多胰島素，之後胰島素再幫助血糖進入細胞，血糖下降。所以當藥物開始發揮作用嘅時候，無論你當時血糖高定低，藥物都會按照自己嘅作用時間繼續運作。醫生處方藥物嘅時候，係根據你最近嘅血糖水平和果時狀況去決定劑量。如果你突然食少咗、遲咗食，甚至唔舒服唔想食飯，但藥物仍然繼續刺激胰臟分泌胰島素，就有機會令血糖跌得太低。低血糖係磺胺尿素劑最關注嘅副作用。血糖開始低時，患者會出現心跳加速、冒汗、手震、頭暈同虛弱等症狀。有啲人仲會覺得特別肚餓。情況再嚴重，腦部因為缺乏葡萄糖供應，可能出現神志混亂，甚至昏迷，危及生命。不同其他糖尿藥嘅副作用，磺胺尿素劑會增肥，和許多注射胰島素治療嘅患者相似。原因係胰島素幫助血糖進入細胞，會身體將多餘嘅葡萄糖轉化成脂肪儲存。身體糖分多，胰島素供應充足，自然會增加體重。大家認識血糖嘅吸收和使用，同藥物互相影響，了解減少糖分吸收，降低對藥物依賴，減少併發症。最後，香港聯會估計糖尿病10年後，一半人要用胰島素，可能與胰臟長期過勞有關。多謝。